后来乡亲啊爱准备报税咯。今年增加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，也有民国108年登记结婚的同性伴侣，会当选择分开或者是合并申报。另外，疫情的关系，今年报税延1个月到6月30。若是受疫情影响的人，会当延后1年再来纳税，或者是分3年来纳。 这出料理是狗遐上树，家庭主妇像顶顶的狗遐5月份要报税啊，因为疫情手头有够严，所以讲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延长1个月到6月30。受到疫情影响人会使申请延期，上久1年也是分期3年来纳。同婚伴侣永结同心，今年的报税嘛会使做回报。 替照顾者减轻负担，今年新增加长照扣除额，每人每年12万，加上领身心障碍证明，总共扣32万。若是厝内有一个身心失能的亲人，5%的税率来算，会使减纳16000块的税。基本生活费为17万1000块调悬到17万5000块。以一个人饲1家4人2囡仔还咧读册来算，基本的生活费总共是70万。扣掉免税额、标准扣除额、学费扣除额，剩5万8，会使减纳2900块。 马道报税新制度今年开始叫做核实检读加算的，你服装费、进修训练费、工具支出费用等等，提出证明会使扣除3%，若是扣除超过20万，就会罚案。今年要去国税局报税，爱挂喙罨，若无像这个阿伯安尼咧酷酷扫，就不妙啊！大家来报税嘛爱报平安。